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来关心咱的这个疫情啦吼。咱看到讲今日是新增加4例本土案例啦吼，拢伫咧这个新北市。大家原来真关心是这个蔡英文总统早时已经注过高端疫苗吼，这是咱讲全台湾第一支射啦嘛，要展现讲咱对国产疫苗的这个信心吼。不过台湾内部也是一寡这个声音，比如讲吼，这个蔡总统已经讲有人讲伊已经注过疫苗啦吼，甚至有资深的这媒体人呛讲，爱蔡英文总统伫咧自进前吼，先去验血证明伊无抗体啦吼。但是这拢是咧搭这个国产疫苗这个信心吼，嘛咧攻击啦吼。咱嘛讲到应该看是讲买手煮了后。密切的关心是毋是有一寡这个不良反应？咱讲长期吼、短期拢爱去做一寡这个监控。另外高端这部分，咱看到讲61万人会当伫这礼拜拢会当做会到啦吼，甚至要搁新增加20万人来开放登记。即阵咱嘛看到讲全台湾疫苗人口率吼涵盖率已经来到39.58%啦吼。咱嘛讲到这礼拜。高端开始做了，真紧就会当破4成啦吼。另外一支国产疫苗，大家真关心，就是讲伊 EUA 无过啦吼。有人就讲吼，因的这个董事长啦吼，伊家己讲吼，这个是无公平，这个 EUA 啦吼。咱今日就要好好来看讲，到底是倒位无公平？尤其吼，因讲吼，咱看到最近吼变种病毒真严重，伊讲连这支射，佫有对抗这个咱讲。Delta 病毒的这个能力啦吼，所以咱讲真正到底有公平无公平，咱讲标准就伫遐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咱节目顶所有的老朋友啦吼，咱第一位咱们邀请中研院生理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教授，教授你好。阿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一位是咱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金极空总经理洪素卿。阿明好，大家好。首先来看讲吼，这个指挥中心下晡是安怎针对着咱的这个高端疫苗，佮开放着20万吼来去登记，先做来看。今天确定的病例本土的病例有4例，那境外移入的是2例那这4例都是在新北所以现在人口涵盖率在39.58做一些相关的加强监测的方案。那一个是社区定点加强监测，那第二是社区监测污水的监测点倍增，那国际机场特定高风险工作人员重点监测，那对于捐血人的血清、抗体阳性渗取率的调查，然后边境进口的冷冻食品加强监测。所以会现在目前先针对2021年4到7月台湾地区捐血中心捐血人的血液存档的样本，然后抽样5000个检体进行相关的抗体检测。那第二个护航高端这事情，那真的是不要这样再讲所以不必要去用别的疫苗去抵制另外一个疫苗，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民间政府大家这方面都很努力不会说。要护航什么，而让其他疫苗不会进来。是咱讲到这支国产疫苗高端是信假兴信无信的人交无信咱继续先请教老师啦这个写咱讲过去有4种人一定爱去做的这个部分会当去做一个这个选择啦今日嘛开始做但是伊也是有一寡风险伫，因为咱保护你也唔知啦先甲咱做一寡这个分析者。对啊，咱是。预测讲保护的应该是有啦因为咱你要比半工，甲比来比去，就是感觉讲安尼比是有伊的理论基础。是。但是正经是偌济，应该临床试验就是要做的人的一定爱有资料。所以这真重要。即马EUA开始，咱开始咧用。开始的时阵，这阵上重要的工作才开始，咱来仔细的来看讲保护力是安怎，这有真侪科学的方法甲研究的这个办法尤其 EUA 敢若一档啦每年伊若是这个时阵交不出任何资料，伊以后就嘛免申请啊。伊一定会交出资料，因为咱叫伊交伊就会交，但是伊若交出来的资料是凊彩收，无啥物意思。因为流行病学的资料就是讲，你凊彩收拢有一寡数字。OK。你若收了无好势的时阵，这数字就无啥物意义啦。所以真重要就是，即马若要用这个资料来讲，这个
来评估讲即个疫苗是好啊毋好，啊什么要互伊药证，还是无互伊药证？即款的代志是真变甲真严肃的代志。OK。咱互伊话是因为咱政府讲无办法，咱即马无疫苗，所以咱来用即个办法吼，较紧的变来加一寡选，有人来选讲哦，这也是这，啊无即马就无人做对无？但是这毋是长期的计划，这是。pandemic 无办法的代志，毋知安尼做，所以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啊，咱即摆咱的小英总统吼去做即个预防下，我感觉真重要，咱要用平常心来甲看。就是讲，我嘛是一个，我甲小英总统共款，咱拢是支持国产疫苗。这是一个，所以咱要来做，对伊有信心要来做，但是并无表示讲。我来做就是我挂保证 ，OK， 嘛无表示讲，咱总统来做就是挂保证，咱总统一句话都无讲，伊嘛无讲我来做，恁大家拢来做，伊嘛无安尼讲啊，所以真重要，咱毋通甲即个话囥在伊的喙的，讲伊安尼讲，安尼就毋对，因为吼疫苗安全、疫苗的效力，迄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毋是总统来做就是有。毋是安尼，啊，伊嘛一定，咱的总统嘛一定无安尼讲。是，只是讲吼，互一个国人一个信心。咱嘛看到讲，这个其实国际这个媒体吼，拢咧报道吼，亲像有 CNN 嘛咧报道讲，蔡英文总统今仔日是驻咱国产的这个第一支下啦吼。啊，买手其实大家也在天开目睭咧看吼，尤其有的人头拄我讲过吼，信者吼是招信，无信的人也是真济啦吼。所以咱即阵就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支下。做落去进前吼，搁爱等候这个媒体来看吼，就是要甲一寡这个谣言吼，拢甲破除去吼，先做来看。国产高端疫苗开始做的头一天，总统蔡英文一透早7点半就到台大医学院体育馆。做完疫苗了后，对镜头比出赞的手势，秀出疫苗黄卡，而且甲现场的房仔翕相，然后搁伫咧面册顶头表示，一日啊就做完疫苗袂疼，即摆精神真好，要继续一天的工作。总统的手骨只要约束留互高端，开始做的头一天嘛，加强民众对国产疫苗的信心。台湾是少数可以发展出自己国产品牌的疫苗，台积电这些也都是我们很优秀的品牌，我觉得疫苗应该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因为高端疫苗是一人注一个人，所以袂有剩的药啊。注射的头一天以少年人较侪。另外，以台北中间为例，早起报道率达到95%。一个上午是原则上是预约300个，这一人一支就是没有残疾。台北市总共有251个接种点，3天。那加起来可以到预计大概7万左右。有不少民众反映，注射了后暂时无出现像接种 AZ 也是莫德纳疫苗了后手骨的酸痛的状况。不过后续也是要继续观察是毋是有发烧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嘛有看到讲吼，有这个少年人吼占大多数啦吼，啊，这嘛是甲过去咱的这个预防社，咱讲 AZ 也好，Moderna 也好吼，照年岁安尼做，所以这回吼，咱开放到这个20岁这个展出啦吼，所以真侪少年朋友拢来去做吼，这嘛是表示讲啊，已经等真久啊吼，啊，继续咱嘛来个请教这个医师吼，今日咱嘛有听到讲3例啦吼，有一个外籍哦，这个咱讲查某囡仔吼，伊嘛是买手有一寡这个新尖的这个部分，啊，佮另外2名吼，啊，买手拢讲吼，这支蛇应该是吼无关系，可能是早顿无食啦吼。地属于吼这个新尖，敢有这款这个例咧？其实这注预防下吼，咱已经注真侪年啊啦吼。那不管是这注啥物预防下吼，即款代志拢有可能会发生啦吼。啊，莫讲预防下啦吼，咱嘛咧看患者的时阵吼，有时啊吼，你甲伊讲话好势好势吼，啊，你要甲注射，注完伊不管是注啥物下，伊就戆去，啊，咱个药去头倒落来了吼，啊，休困者，啊，伊就恢复啊。这吼是一般人吼，像咱若讲，迄个有时去古早去迄个学校去注迄个学生囡仔吼，伊嘛是共款，嘛是真侪学生囡仔吼，有诶嘛是产生即款代志啦。毋过迄拢是真短期间就会恢复起来啦，吼，所以这是真轻微的一个副作用。甲咱比较讲，咱得着即个保护力来讲吼，这是吼是一件轻微的代志啦，吼。啊，但是咱袂使讲因为安尼吼，因为咱因为安尼讲，咱会惊，啊，结果吼都无去做，安尼是无啥好啦，吼。啊，头拄啊，主持人一开始有讲啦，吼，讲有一寡人咧质疑讲吼，啊，这咱蔡总统吼去做即个蛇吼，讲要甲先抽回来做检查吼，我感觉吼这实在是来乱的啦吼，因为咱吼都知影讲吼，
像阮旧年的时阵，迄阵大家拢无注意风险嘛吼，啊，阮医疗人员吼，迄阵吼其实有一寡病例出来吼，啊，咱咧看患者吼，有时啊，咱虽然吼有穿真侪迄个 PPE 穿了真好吼，但是若是讲有拄着较真假的时阵啊，有一寡勘察较无去注意到的时阵吼，咱会去爱隔离起来。是，吼，啊，阮一个讲吼，那安尼的时阵吼，可能吼一寡医疗量能会放弃啦，因为你敢若确定咱都爱隔离，啊无遮医生护士大家拢隔离起来嘛。迄阵阮是咧想讲吼，是毋是会使吼，咱来抽一个抗体看嘛。OK。迄反正阮拢丢过啊嘛，吼嘛毋知影讲咱有是毋是无镜头的迄个较真假吼，啊有抗体嘛。啊，咱敢讲吼，咱即个岛内吼，倒一个人一定是清气的，捌丢着的。啊，若蔡总统伊嘛是有即款的代志，伊若抽出来讲啊，伊有咧。吼，咱若即马毋是要做讲什物临床试验嘛？你要做临床试验，你都要找迄清气的，甲迄个毋捌一定无的，甲安尼来做，毋才会准嘛。啊，毋过迄阵吼，因为迄个指挥中心伊是较无爱做这个代志啦。吼，咱会记得旧年中华做一摆嘛，吼，迄阵伊就无啥欢喜就对啦，吼。啊，其实阮迄阵吼，伫咧内部咧讨论是意思是讲，吼，阮做这医疗人员做出来的时阵吼，万一阮若是有一寡抗体，代表讲，阮可能有感染过，但是阮已经好去啊嘛，吼。啊，阮若咧看患者的时阵吼，迄阵也无预防针，万一若去接触即个较真假的时阵吼，啊，是毋是吼，阮就会使较免隔离吼。啊，迄个医疗的量能较袂放弃啦吼，啊，所以伊提出来这我感觉是正经是来乱的啦。啊，做这写吼，你不管是做什么款预防写，还是讲做别款写，是般普通写破病咧做的写吼，啊，迄个吼，注射叫做晕针的吼，真济啦。真济啦吼。对，所以一般来讲吼，阮个医生来讲吼，即款的代志吼，阮是感觉讲吼，这是事上的代志啦吼。你特别提出来讲，就是讲咱吼，今仔日吼，咱可能咱。你看嘛，全世界有几个国家家己有疫苗会使做，咱这是咱今仔日一个吼真特别的日子嘛，吼，大家用放大镜来看啦，这是无要紧啦，因为咱做了吼，咱会使看嘛，伊好啊毋好吼，咱嘛毋是甲挂保证，敢若主持人讲我来做这支吼，我毋是讲我甲迄个咱总统也无讲哦，这支是一定好，一定是偌赞的，吼，咱会使搁看落去嘛，啊人即马也无啥物代志吼，啊而且吼，咱国内 EU 的吼，咱照咱的法令有甲通过，吼，毋是讲招书的啦，还是讲从啥的吼，还是讲头一步的嘛吼，啊，这就是讲政府你做一款代志，咱定讲迄疫苗数吼够规模的啦，吼，啊，伊若讲用这个规则过的时阵吼，咱既然已经开始做啊，咱就看嘛，啊，你讲遐有诶无诶吼，哎，其实还是来乱的吼，我感觉这是较无必要啦。有影吼，咱都讲一切吼，照这个数字啦吼，咱讲今日开始做了，虽然大家用这个汉镜吼来去看讲每一个吼个案吼，伊有虾米款的这个状况，但是咱讲真正爱照这个科学的这个数字，咱讲有真正这个数字了后，咱才去做一寡这个批评啦吼。毋是用这种政治的这个话术吼，啊，其实咱嘛讲到高端上新这阵注文吼，咱看到讲这阵已经差不多60万吼，啊，伫咧这礼拜吼，甲这个预告拢会当来去做。另外，咱嘛看到吼，这阵佫会当开放到新的一波啦吼，已经到这个8月23号，今日下晡1点的时阵，佫差不多咱讲吼。接近9万人来去做注文吼，抑佫有20万个人会当来去注着吼，所以这礼拜吼啊，到后礼拜吼，差不多咱拢会当看到讲，这个数字是80万安尼增加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科学数字真重要吼，啊，今日咱嘛看到讲，林病院医师吼一个新的数字，咱拢还未开始做，都有一个保护力啊吼，这是大家较犹豫吼，请苏卿姐也甲咱分析一下。我感觉教授这个话嘛讲了伤早啦，因为你也想看嘛进前啊，咱这个是药署伊咧公布讲，咱这个疫苗无共品牌，啊，伊的保护力有偌济，啊，伊定来看的副作用是啥的时阵，大家都有看到讲，奇怪，啊，高端这个内底那无写伊保护力是偌济，啊，迄当阵咱但是拢无对着讲啊，吼，就是讲因为咱即马是用 EUA 家做出来，咱知影伊应该是有效，可是咱毋知影伊到底实际的保护力是偌济，所以才无写，就是讲。大家吼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咱莫讲了伤早。有当时讲了伤早，反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呐，民众就是讲啊，恁就是要护航啊，对不对？啊，无即摆阿伯时啊，你就讲。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咱这你甲民众解说这个科学的物件的时阵，咱即讲就是实实在在有啥物代志，咱就讲啥。啊，比如讲高端即摆开始做，第一个讲啊，咱总统家己来做，伊即个动作背后有啥物意义无？我感觉。伊毋是要甲你讲啊，高端做有效，毋
毋是甲伊讲高端作战的，伊是讲，即摆咱就知咱台湾一个状况，就是讲咱的国际疫苗无办法一直来。啊，即摆咱甲民众讲，咱有一个 EUA 紧急通过，这是咱台湾家己生产的。啊，有人想讲，啊，我哪知影这会用拍会用拍？啊，总统讲我拍互你看，因为咱即摆就是无，啊，我即摆拍互你看，啊，我拍，啊，恁大家选择你家己要拍无？所以伊是一个动作，讲毋是我逼恁讲，啊，咱即摆无恁去拍，我家己嘛是安尼，我会选择。所以咱民众甲咱的总统共款，你有家己的选择的权利，你家己感觉讲我要去做啊无？吼，这是第一个代志。第二个代志讲，咱是有人吼，有当时淡遮就伤政治，就讲啊，我即摆吼爱去做高端吼，高端我就是爱国吼。支持国产疫苗就是爱台湾，啊，可是我感觉真正去支持国产疫苗是像咱何老师安尼，因为即个疫苗搁较早的研究是第2期的时阵，我就去参加，我做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我就愿意用家己的手，用家己的身体，在伊的安全。还是讲伊有效是毋是真确定的时阵，我来参加，就是为着啥物？为着讲咱国产疫苗有一天咱会做家己的产品，有一天咱会去世界，互咱看到，讲咱台湾嘛是用做了真好的预防针，对不对？这叫做支持。啊，后摆的支持的方法是啥？总讲咱甲其他的国际性的品牌，咱讲讲咱拢3期互通过啊，咱即摆就莫讲，哎呦，感觉国际牌就较好，台湾牌就较差。总讲咱拢同款的标准，同款的实验，咱通过同款的审查了后，咱也想讲，咱台湾有办法做出甲国际同款品质的物件。这个时阵你去拍，你就支持国产，毋是讲哎呦，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吼，看到国际就感觉较赞。我感觉是安尼，啊，只有即马，我感觉咱就一件代志，你用选择啥？因为我边仔真侪人问我，素卿啊，即马高端出来，到底要做无要做啊？因为其足侪拢是少年人。啊，少年人讲，我嘛毋知我当时做会着。第一个代志，咱即马知吼，台湾你即马较算讲真好，好运啦，吼，较好运。你较好运，就讲咱即马疫情小可敢若有控制掉，啊，所以你用想讲，总讲我会用做了真清气，我洗手啊，我平常这拢做了真好，啊，我用看搁等无？你用搁等，你也想要等你。健康，你无慢性病，你啥拢无，你搁逐工拢有运动，即款人你惊啥？你讲嘿，我想要等。啊，总有一寡人，你就想讲，我逐工就爱出入，我去迄种危险的所在。啊，本身平常时吼，个人卫生做了真差，每一年人迄流感来的时阵啊，人也着我就着啊。你是即款人啊，你就爱想讲，利大于弊嘛，吼。即马你就爱说，所以同主要即马就爱做就是总统伊讲。你有选择的权利，啊，以你家己自身的情况来感觉你要选啊，袂选。我感觉这是今仔日同重要，大家爱了解这件代志。有影吼，家己去评估啦吼，啊，过去有的人吼，真正是等袂赴啊，所以紧去注文啦吼。啊，而且咱要来讲到吼，今仔日吼开始注60万加20万，差不多80万的这个数字安尼吼。啊，伊注这个第2当下4礼拜后啦吼，啊，咱嘛毋茫讲这个4礼拜后这个针吼，还是这个射是有够的吼。啊，咱讲这礼拜开始做了后，甲这个买手4礼拜，数字就走出来呢。应该走出来是数字是有做，但是数字会出来袂出来，爱看台湾有疫情啊无疫情。若无病毒点啊传染，大家拢无感染着，大家拢嘛无破病，啊你嘛是毋知。所以这一直咱知影评估就是讲。第3期的临床试验，踮咧台湾真困难，就是咱一直对去年甲即马一直控制拢足好的啦。所以，但是你慢慢啊等，你等较久的，用大的数据来看，抑阁是有办法，爱去设计，爱去设计，爱去真仔细的讲要安怎把迄个资料放喺电脑内底啊，即马到这边安怎看，迄真精密的代志。这是高端爱甲人说明的。对我的观念，两个人拢爱高端是应咱的食药署咱的要求，讲你爱互我资料。但是咱的政府就是咱的卫福部，伊讲这EUA就是讲我讲这个疫苗是安全，啊可能嘛是有效吼，一定有效的机会是比无效较大真济。啊，即马你若做的时阵，伊有义务。甲咱结束的时阵，互咱资料，对无？所以伊嘛爱去收，因为伊讲伊袂使等高端的资料，啊高端若互伊一个凊彩的资料，啊伊要哪对我交代，对咱交代。尤其这个健保系统应该拢有真深的这个资料，当去甲顾起来。对啊，但是你爱准备，迄毋是讲凊彩
拢有，你爱准备。有一寡准备的动作，是，譬如讲这个地区也好啦吼，有的这个，像是讲湘北市，怎样去看？伊爱有分母啦 ，OK， 你爱除起来，你爱去除嘛，就是讲我破病的人偌济，咱破病一定人会来对无？啊，但是你即马做啥物预防针的人，就爱除讲啊，遮做偌济人，啊几岁的人，所以你爱有真好、真精密的资料，啊，一定时间到一定有你，即马每一工拢有人，吼，嘛是啊，佫有一寡。无观念的，对，啊，即马甲冬天的时候，佫较济一点。OK。所以大家吼，即马就讲解封吼，即马是上好的时间吼，因为袂佫较安全啊，袂佫较安全。秋天寒啦，即马就是 Alpha 咧下降，是 Delta 还袂入来，天气还佫热，是，所以即马是上安全的代志。OK， 这是我的观念啦。了解，咱等下好好再讲到吼，咱台湾这个疫情吼，安怎该好好透开这个啦吼。啊，伫遮进前，咱嘛要讲到吼，另外一支国产疫苗吼，就是联亞啦吼。即阵吼，咱嘛看到讲，伊昨开这个记者会，讲这个 EUA 吼，专门去看伊这个免疫性，啊，其實拢无看到讲这个聯亞伊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所在吼，先做来看。进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联亞升级的新冠疫苗因为中和抗体效价偏低，专家审查了后决议无度摕到紧急的使用授权 EUA。不过，2日下晡，联亞升级召开记者会，讲政府的 EUA 审查标准伤过大方面。很遗憾，政府采用仅取单一时间点的免疫桥接方法，以 AZ 疫苗产生的对抗新冠病毒原型株的综合性抗体例假作为最重要而且是唯一的比对标准，否决了联亞 6B612的紧急授权申请。联亞升級表示，这回的新冠疫苗有3大优势，包含所产生的中和抗体期间持久，半衰期达到195天，是即阵所有上久的疫苗。而且这中和大部分病毒的变异株，尤其是对 Delta 病毒株，依然保有甲原来的武汉株有相关的中和效价，而且精准产生 T 细胞免疫力。对 AZ 疫苗结果会使看到，中和抗体浓度毋是保护力唯一，也是必要因素。不过政府在6月70高端公布其中报告迄天，才公布以单一变异交接为紧急使用标准，所以个人以真有效的步入通远病院注射过 AZ 疫苗医护人员费请样本，并且以单一时间点的中和抗体效价加做审查标准。对着设计理念无事先来讨论甲沟通，我都通过审查，测试保护民众健康的良机。我们诚挚呼吁受试者，请协助我们完成联亞疫苗2期临床试验6个月的访视，向法规单位证明 UB612产生的抗体有强而有力的续航力。这个都是专家会议专家们讨论出来的结果。那他们如果自己有什么别的一些想法，他们可以再提啊。联亞強調，要有最後一段路愛行，會繼續甲醫藥品查驗中心食藥署討論全面免疫性的評估，也呼籲受試者要有信心，會繼續進行疫苗注射的半年追蹤，證明聯亞疫苗的有效性。記者綜合報道。咱頭拄聽到講，聯亞董事長伊話講愛全面性來去看這個免疫反應吼，尤其吼講即陣對抗這個變種病毒，這個藥數伊是用過去的標準來去看，啥物叫做是這個中和抗體啦吼。啊，咱講吼，這個部分因才受質疑的吼，伊講吼，這主要是病毒入去這個人體了後，照到這中和抗體，哈，咱去看講中和病毒吼，伊阻擋病毒的入侵，這個效果到底偌好？啊，另外咧吼，這個感染了後吼，這個因講因的這個體。吼，咱講 T 細胞啦吼，因為會當去看講，甲病毒消滅這個功能伫吼。啊，頭拄咱講到，迄當陣，伊若即句話吼，是咱講佇咧審查進前，伊就先講出來吼，這是毋是較 OK 咧吼？啊，另外，咱嘛知影何老師啦吼，是過去有做過聯亞2劑啦吼，伊講6個月了後，是正會當去看講，即支劑伊會當擋偌久的這個部分吼，你安怎看伊的講法咧？可能伊安尼講。因为咱无看到伊的资料啦，吼、你爱第一手看到资料，才知影咱毋是因的公司的人，咱看袂到。但是伊若要安尼讲的时阵，可能嘛是有个科学的理论基础啦，吼。头一个就是讲有一寡，伊是一直咧讲我的即个抗体的效价吼，你看无共款的病毒吼，即个变异种的病毒，我拢无啥变。吼，因为所有的人拢会
会降蛮多的吼。你若甲 Delta 比，啊，甲南非比，啊，伊讲伊的敢若南非有较低，所以伊有个研究一个南非，吼，第二个 generation 啊，第二个 generation， 第二代，所以伊即马伊安尼讲吼，可能有一寡理论的基础啦，但是咱无去甲看咧，因为确实有一寡抗体吼，伊的质量较好，吼，毋是 quality， 伊的 quality 较好，所以伊结合病毒的能力较亲和力较重，所以你改一点啊就真有效啊。就是病毒入侵的时阵，伊真有效安尼。对，伊改就是较有效，这是一个可能啦吼。伊即摆所以伊建议讲伊要甲 Delta 比，伊就是讲 Delta 大家拢咧落。大家抗体拢会落，又就变本来讲是，譬如说本来是100，但是伊即马变1/4，变25。会讲我本来可能80，但是我无啥降。所以这是伊安尼咧讲。啊，但即马当然伊无过，我嘛是感觉真遗憾啦吼。啊，我个人就是真关心我的人，大家拢咧问我讲啊，老师你要过去拍无？但我的家人，我你去做，紧去做。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讲吼。我即摆袂去做啦，吼，因为我已经做2档啊。吼，我家己感觉我已经做2档啊。伊嘛是第2期有通过，会感觉。对，我有做啊，我嘛有抗体，啊，甲台湾即摆做2档的人就无5%。所以我比5%的人更较安全。伊从疫苗的保护力来讲，所以这是我家己的观点嘛吼。我嘛无感觉讲伊的EUA无过，我就是做了一个无效的疫苗，我无安尼想。因为这是一个无共款的标准，我对这科学的公益吼，我有一点仔看法，所以我并无放弃啦。并无放弃啦，并无放弃啦，并无放弃伊的啦，但是伊家己爱注意啦，因为你若看来看去，若是因为即马 Delta 真出去哦，Delta 就是敢若 Delta 有一点仔敢若吼，迄考试的这考卷吼，真难，真困难的时，你都分袂出来，大家拢分数拢无好，你若爱有差不多较中的时阵，才分出来讲哦，有真差，有真差，对，所以伊家己爱注意啦，这是真现实的代志，因为你知影吼，伊讲你你爱用 Delta， 其实伊安尼讲嘛是对，因为有一个公司，一个德国公司叫做 CureVac，啊，伊嘛是做 mRNA 疫苗，啊嘛做了袂歹，啊抗体嘛袂歹，但是伊去做第2、3期的时阵，咧南非去做的时阵。因为迄阵的南非猪是上麻烦的，迄个抗原性差上济，所以伊去遐做了，伊的保护力才48%，无足加差一点啊。本地德国是压1支，就是啊，另外德国另外1支就是1支，结果没有办法，伊起码过去另外做一寡吼。所以即马有啥物病毒，咱要用啥物病毒来看，这安尼是嘛是真对啦。因为就敢若咱即马台湾咧防疫吼，爱看咱即马是 Alpha 还是 Delta， 啊未来是啥物，嘛是拢爱注意啊，对无？安尼无啥共款啊。是随时调整啦吼。对。咱嘛看到讲吼，最近啊吼，足侪国外移入的这个案例，咱台湾本土也算收得袂歹啦吼。啊，但是咱过去嘛有讨论讲，这个境外移入，咱也有一个破空吼，亲像苏庆之啊，过去咧讲，咱讲为什么有一寡这个国家吼，就是高风险的国家，你才要互伊去，咱讲免钱的带这个集中检疫所啦吼，啊，有的人都爱家己开钱去带咱讲的这个防疫旅馆伫咧啦吼。啊，咱嘛看到讲，境外移入爱好啊防啊，咱讲所有的这个政策拢还是较一致的吼。咱嘛看到讲，最近是有19例这个境外病例吼，拢是注过疫苗，又搁是未着病吼。其中咱看到讲8例吼是咱讲注过2档，咱讲是完全注射 BNT 啦吼。啊，有专家嘛认为讲啊，这就算是讲注2期疫苗，也是搁有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伫咧。啊，台湾咱讲注射率也无悬，咱头拄讲到39.58啦吼。啊，另外咱嘛讲到防疫即阵也是无这个。哦，咱讲放零的这个本钱吼，咱嘛等下好好看讲以色列各部分的这个国家到底是安怎侦查嚟到先做来看。全球的 Delta 病毒是拖了真凶，地区疫情嘛真热烈。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针对所有带病入境的个案，拢爱当作是为着 Delta 病毒来看待。针对这点，专家认为讲，目前的防疫措施确实是袂当放零。Delta 病毒的防疫跟武汉株病毒的防疫也没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嘛。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屏东地区，我们用传统的隔离、
检疫的方法，就是把德尔塔病毒控制住了。因为台湾最近带病入境的19例确诊个案内底，有8例是注过2档 BNT 疫苗了后，佫去怀着的，敢是代表注 BNT 疫苗了后，佫染病几率较悬。专家强调讲，目前相关研究资料也无够，无法度有结论。说不定他来自的国家，他本来就是 BNT 疫苗打得比较多，感染的人数就会比较高。所以光从这个疾管署所公布的数据，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一个疫苗发生突破性感染的几率比较高。包括以色列等等的国家，就算注射率有较悬，却因为德尔塔病毒伫个滚价，疫情真有可能佫反扩，所以准备要佫注第3档。针对这点，专家表示，外国都发生注射率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解除防疫规定，等到互疫情佫再压起来情形。若台湾是更加袂当放任。另外，针对注第3档的问题，专家强调讲，目前各国也无一定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是吼，咱头拄嘛讲到突破性，就是已经完全注过2剂，也是感染到了吼。咱看讲，伫咧台湾境外移入吼，差不多有19例是安尼这个情形啦吼。另外，咱讲吼，这个19例内底有8例是 BNT，5例是完整注过2档的这个 AZ， 另外佫有这个3例是 Moderna 吼。啊，这个 Johnson & Johnson 伊是敢若注一些尔吼，所以伊嘛甲伊列做是这个吼，咱讲突破性。吼，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定数的这个结果来去看讲，6例吼是 Delta 这个变异株吼，有3例是 BNT，2例是 Moderna 吼，1例是这 Johnson & Johnson。另外移入的这个国家13例，美国上济，咱等下看到讲这个美国最近的这个数字有影较悬啦吼，2例是这个缅甸，各1例有了这个罗西亚、印度、日本甲德国啦吼。继续来请教这个周医师啦，安怎看讲？咱过去嘛讨论过这个突破性的这个部分，有人讲吼，台湾安尼看起来3例 BNT 呢，所以 BNT 较无好，敢是安尼？不是啦，咱这袂使安尼讲啦吼，敢若讲你头都有讲过嘛吼，咱看讲咱为倒位转来吼国家吼，伊住较济，住较少，啊，佫有吼住的内底吼是少年家还是老人吼，还是讲吼进前得的吼，是毋是有一寡本来就有一寡抗体伫，即摆佫住迄吼，还是咱还佫一寡资料吼掺落去吼，来去做迄个分析吼，安尼较准啦吼。但本来即款代志吼，咱也毋是讲干那即个迄个 COVID-19 的疫苗吼有一款代志嘛。咱传统的一寡疫苗，哪有讲注了就一定袂得病呢？嘛是一定有嘛。吼，所以咱袂使讲咱注落了吼，就是讲我一定就无啥物吼镜头啦吼。因为像讲阮医疗人员，其实迄阵吼，阮医疗人员还袂注的时阵吼，迄阵疫苗是无够。啊，阮是咧替阮的医疗人员做争取嘛，迄阵疫苗实在是大家争取。啊，阮家己咧争取的人吼，我嘛歹势先去做。阮是讲大家吼拢有做着，我兄弟先做完，我再来做啦，安尼啦吼。结果呢，阮迄阵就要去做采检啦吼，要做采检，伊讲你无做吼，无超过14天，我无会互你来。吼，也是阮理事长吼，迄区理事长伊是立法委员嘛，啊，伊定下去迄个咱迄个医疗的单位去巡视嘛，吼，啊，你讲你无做吼，还是惊伊危险啊，所以阮迄阵才做。啊，阮即摆做完，我想我 AG 我做 AG， 我嘛袂感觉讲吼，我做了，我就人讲吼，你食牛肉面，我食阳春面，我袂安尼想，吼，因为国家伫迄个时间真困难的时间吼，会使互我做着预防针，我是真感恩吼。啊，即摆咱来讨论这个代志的时阵吼，咱即摆看吼，其实这个数字看起来讲，就是互咱一个，互咱知影讲吼，毋是你做完就无代志。OK， 吼，像阮即摆阮若做2当下，我嘛是高风险的吼，那就是讲阮逐工爱面对即个患者吼，因为患者你嘛，你毋知影伊是毋是感染者呢？因为阮伫咧社区啦吼，你讲像讲伫咧迄个。咱的迄个病院内底吼，较近的人若进行送入去的时候，你要面对伊，你就穿较好势嘛。啊，我无法度穿兔宝包装，逐工咧点仔咧看患者，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啊，所以即个数字互阮吼，对阮来讲吼，我讲这是本来就是安尼。OK。啊，即摆你若要看讲是倒一支疫苗吼，是正经对这个突破性的感染会较侪的时阵吼，这爱搁看较长的。伊的母数嘛去甲考虑。嘿，爱看较长的啦吼，因为这来讲吼，咱做吼，咱即摆来讲嘛吼，做嘛无较1年嘛，全世界咧做敢有较1年嘛，啊，佫无，也无啦吼，对。所以吼，即摆吼佫有新的迄个变种的病毒吼，佫有出来的时阵吼，其实这个数字还佫会变动啦。咱袂使讲，干那看这几例讲啊，BNT 啊，你即摆咱 BNT 吼有1500万当礼拜讲，我后摆礼拜讲，哇，这我不爱做，这做这吼，较会去丢着呢吼，吼，安尼吼，这安尼解读落去吼，啊，有迄个我是迄个学生的迄个。家长，我这 BNT 做了会佫丢，我囡仔我即马就害安尼吼，所以即个吼，咱数字公布出来吼，一定要有吼
完整的说明啦，对，爱说明讲哦，这是安怎吼啊？但这上重要还是爱互咱知影讲，你不是做完的无敌铁金刚。OK， 最主要是爱讲这个代志啊。是，但是咱嘛要考虑到讲吼，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因素？咱看到讲以色列吼，伫遮吼过去咱看伊是上早做的，疫苗的这个涵盖率嘛有到6.5%啦吼。啊，咱讲平均7日吼，因去统计吼，8月2日有7000外人去吼，这个治病啦吼。啊，咱讲过去7天内底上悬有8000外人吼。啊，美国上恐怖，美国吼伊这个60%这个覆盖率吼，啊，咱讲过去7天内底上悬要26万吼。这代表是啥物意思？咱讲以色列吼，伊有较悬的这个涵盖率，美国嘛有60%的这个涵盖率啦吼。但是爱考量到伊这个时间，这马甲观众朋友说明好清楚无，大家我都无爱去做啊。来继续请教苏评之。为这个表吼，大家来看吼，就是2件代志。头一件代志就是，咱即马一直甲大家讲，注意风险吼，是即马看起来是保护你家己。OK。啊，要保护别人，即马愈来愈困难。因为你看像美国，伊注到60几%，有人感觉应该袂歹安尼，无。因为伊就是有一群人吼，就不爱做就是不爱做，可能因为伊的宗教，可能是因为伊对这个疫苗无信任，所以伊就是唔肯做。啊，这唔肯做的人，即马Delta一去，啊，就兵败如山倒。所以你看，伊即马一日有15万人确诊呢，这是真恐怖的数据呢。所以咱才讲，这个疫苗吼，做甲无讲真济的时阵，你无办法靠讲我做疫苗去保护别人，吼。啊，这个情形咧，你用看，可是用保护家己哦。咱拄仔咧讲过，虽然有有一寡人，伊做2档了后，伊共款咧有可能会突破性的感染。可是咱知影，这感染的镜头较轻，吼，较少人爱住院，死亡的人嘛较少，所以你用保护你家己。啊，另外一个问题就讲，拄仔你有问讲，啊奇怪，是毋是迄做迄 BNT 吼，感觉看起来是毋是较无效些？那咱台湾看起来入来的人 BNT 突破性感染同济。我举一个例，大家就了解啊。之前大家定定咧讲，咱台湾迄总共迄广告牌啊落落来吼，拍到同济人是啥？是大学生嘛？啊，敢毋是讲大学生特别容易去广告牌啊拍到？毋是嘛？因为咱台湾大学生同济嘛，即摆咧读高中较少嘛。所以伊共款的道理就是讲，其实是因为可能伊为美国来人做 BNT 就较济啊，啊做 AZ 就较少啊，所以就较济安尼吼。所以免去想讲倒一个牌。可是真正确实有人来讲诶，你看以色列吼是全球同先开始做这个辉瑞 BNT 的，啊伊嘛做了真济。可是呢，因进前Delta开始出现了后咯，因就是因为因咧当地吼，因嘛是无啥要戴喙安啦，吼，啊尤其咧少年读册，大家有定定有活动嘛，你无戴喙安，所以为这少年囡仔开始摊开啊，愈来愈侪。啊，所以因就讲，因去研究，即个 BNT 感觉过差不多6个月了后，感觉伊保护力无够呢。可是有人就讲奇怪，咱英国吼，英国从早以前是做 AZ 嘛，因是全世界从早开始做 AZ 嘛，啊做到后壁咱年岁较悬呢，啊这个风险较悬，这样做了后，慢慢有其他的疫苗出来，所以又开始有做这 BNT 做啥？伊就讲奇怪，阮伫英国看 BNT 感觉无遮差啊，无迄啊，人有的人就推论讲，有可能是时间啊，甲做的年岁的关系嘛。因为你以色列来讲，伊做较久，咱即摆知影即个治疗预防射，虽然咱第2档应该即个抗体佫较扭起哩，可是有一寡人再讲伊过一个时间，伊就变做低，所以时间是有关系。啊，以色列做较早。第2个代志就是讲。英国的即个做 BNT 这人啊，因讲较少年前啊，因为老的拢做的 AZ 治疗，所以开始做这 BNT 年岁就较轻啦。所以有当时咱即马你研究内底嘛有看到啊，有当时迄80岁你以上啊是较年岁较大，伊其实这样做2档吼，伊的保护力，伊的抗体就是无够悬，尤其半年了差不多几乎差不多全无嘛吼。所以就爱想讲，有当时咱看这个数字吼，爱看佫较济。治疗是看伊拍偌久，做偌久，伊做喺什么人的身躯顶，年岁有差，抗体有差，所以免这么紧讲倒一个较有效，还是倒一个较无效。OK， 咱继续来看讲吼，新北市这张图吼，伊讲这个疫苗保护力有下降的这个趋势吼 ，Pfizer 也好 ，BNT 也好啦，是讲做 AZ， 咱看讲对这个吼 Alpha 的这个时阵是，咱讲做完第2针的这个时阵，也阁是较。增加的吼，但是咱看到讲对抗这个 Delta 这个部分，咱就讲哦，真正
讲有够济啦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咱嘛有讲到吼，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感染，伫咧咱过去拢讲到这个背景啦吼，但是嘛是要民众信心啦吼，即阵。这上重要，咱即马看这吼，这趴数吼，迄是有症状的感染。OK。有，但是你若去看讲重症，是吼啊大病院的比例吼就真悬，就进境也真悬，就比如说。辉瑞也是高达90几啊 ，AZ 嘛是高达90几，是，所以拢真悬啦。所以咱即马就爱来想看卖，就是讲，大家唔通想讲啊，这疫苗无效，咱就买去做，袂使安尼想。头一个吼，那因为 Delta 本来就是伊的传播性真紧，啊，就是你的上呼吸道真济，所以你即马要讲上呼吸道无传染，迄种。无感染，迄真困难。美国一个真细的研究，咱几礼拜前有讲过吼，踮咧美国迄个迄个 Massachusetts 迄州吼有咧做，你就甲咱讲吼，有注意风险的人2档，甲无注意风险的人，伊去看病毒的量同款。是，吼，这就感觉互大家讲真沮丧，讲啊是安怎安尼。但是你若搁注意甲看的时阵吼，在美国 CDC 的研究就讲，你搁注意甲看的时阵吼，有注意风险的人，迄病毒的量吼降就较紧。所以伊就变成讲，伊会传染别人的时间就较少，所以嘛是有帮助啦吼。但是咱即马就要搁讲一遍吼，就是讲无注意风险的人风险是真悬，因为 Delta 甲英国吼、武汉株甲 Alpha 株来比吼，伊致病性搁较悬。咱是安怎会知影？上头啊，我咧看资料的时阵，咱敢若看讲，无敢若无增加啦吼，因为咱咧想讲啊，因为主要是老人吼，年纪大的人拢有注意风险，所以迄病重症的无增加。但是你若注意甲看年岁的时阵，你就看到讲较少年的无注意风险的人，住院的率有较悬，比 Alpha 悬真济，所以。迄真重要，一定要注意风险，不管啥物都要来做。但是 AZ 吼，虽然看起来伊的抗体甲迄个辉瑞比差真济，但是伊的保护力嘛是真好，所以大家唔通失望吼。啊，讲那就是讲即马注意风险的人吼，一定是会保护重症。是，咱上重要就是这，不管是安怎，就是你爱保护家己。OK。再来就是讲，住院预防下的人，嘛是爱个戴手安、口嘴安。是。因为你爱保护别人。因为你无办法保证讲你无过去传染着。是。所以这是变讲吼，即马这个 Delta 出现，敢若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哦。咱本来想的。咱本来是想讲，咱预防下来自助的，咱来过正常的生活，咱拢手安拢摕落来，咱也真欢喜安尼。是。即马吼，爱搁忍耐一个。搁忍耐一个。即马咱来想讲，咱的抵抗力吼是安尼累积起来的。英国人，咱英国人看伊自然感染，吼，头一个武汉株来传染一遍，过来英国的 Alpha 株来，搁传染一遍，然后 Delta 来搁传染一遍。所以算拍3阶地安尼吼。就拍了很多，打了很多底，即马搁注意风险，所以这是真重要。咱拢无自然感染的，吼，但是咱爱。真努力来注意风险啊！但是咱比英国人较好一点嘛，就是讲咱一直拢戴手安，咱拢真注意吼。咱拢保持一个距离。因为真重要就是讲，你若有做这款代志的时候，有做这社交距离的时候，你若去传染着，拄仔这医生讲的，会去传染着啊，去传染着你摕着的病毒量较少。是。所以你的重症的机会就较少。咱上重要，这个病毒，咱即马唔通想讲，我要来预防感染，无办法啦。Delta 真困难，但是咱来预防，咱就可以对咱的健康，吼，对咱的身体影响愈少愈好，就是卖重症，卖死亡，安尼咱就真欢喜啊。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英国这个数字的这个表现吼，比较咱看到讲美国好、以色列好，也是这个其他国家，因为这个表现是袂歹，然后那是主要预防下，但是头拄啊，亲像老师讲的，因过去先受到武汉株，咱讲迄当阵这个 Johnson 嘛是讲佛系吼，这个咱讲。要互伊完全来去，咱讲感染着吼，尾手个 Alpha， 佮有 Delta 啦吼，所以因即阵注意风险，其实因的这个 base 甲咱的 base 是完全无共，所以咱
有本钱，就是咱的挂嘴炎啦吼。对，啊，英国的本钱就是因为自然感染，因为资料拢甲咱讲哦，你自然感染的人，你甲做一档预防下，伊的抗体是会迄个量吼，比做2档拢较好。是。不管个搁啥物疫苗比，所以迄真重要啦。但是咱无行迄条路。是，咱嘛讲到吼，即阵吼，台湾是疫情放较缓的这个时间，所以今日指挥中心嘛特别甲咱讲，因要做几项代志吼。第一个，咱先去看讲吼，伫咧社区吼有一寡这个监测啊，这个部分来去做吼，这个吼地下水吼，这垃圾水的这个监控吼，自过去11处，即阵要增加到这个22处啦吼。啊，国际机场，咱讲吼，真正伫咧风险拢伫境外吼，全球也咧严重的这个时阵，所以国际机场咱才特别来监控好势。另外就是关怀人这个血清抗体阳性盛行率，这调查伊即阵讲吼，差不多伫4月到7月，你若是关怀这个部分，即阵因就去吼 sampling 吼去抽样，甲这5000人抽出来，看讲伊到底有吼，咱讲有抗体还是无抗体啦吼。另外伫咧边境进口吼，这冷冻食品嘛要加强来监测吼。我特别对这个关怀人吼血清抗体阳性率，头拄这个周医师嘛讲着，咱进前咧做这个中华的这个时阵，迄当阵嘛是。有一寡这个争议出现吼，但是咱即阵透过遮的这个做法，尤其是关怀人的这个血清，若是有一寡这个地区吼特别吼，这关怀人数啊特别较悬的这个部分，代表啥物咧？这个何老师应该是专家啦，我直接讲实在是较歹势啦，因为咱一般拢知影讲吼，你就是毋是你若毋是讲你做过预防针，就是你得过病嘛，是，吼咱做这个出来就是讲吼，咱比如讲这个人伊无做预防针，是讲干做一档尔，吼，无做第2档，但是伊的抗体有出来，代表讲伊可能进前就是感染着，吼，真济就是无正头的嘛，是，吼，那刚刚讲头拄仔那何老师伫咧讲，咱这个英国就是讲吼自然感染的，伊个程度算讲去拍底啦吼。啊，其实咱即码来去调查这吼，因为旧年阮想要来调查这对医护人员的吼，指挥中心可能伊就无啥欢喜啦。但是即码来做这应该是较有意义啦，因为即码规个吼，若讲咱咱感染过啊，咱会使互咱一个吼，互咱一个迄个指引，就讲吼，即个咱吼过去吼，咱莫讲乌数啦吼，就是无出来，咱已经爱知影讲吼，咱较真正偌济吼，啊其实吼，咱伫咧社区内底吼，啊到底内底已经偌济吼，点啊走来走去咱毋知，啊但是遮个人有因为安尼吼，互咱的社区吼变较歹无？是吼，有时讲咱做出来哪会遐尼多？啊当初咱的感染人数哪会无遐尼多？啊其实就是讲咱这拢可能轻症，吼，拢当作感冒。其实迄阵吼医疗的量能吼无够的时阵，阮伫咧看患者的时阵吼，有时你转去你要转去迄个病院啦吼，伊要甲你做采检吼，迄阵迄医疗能力无够吼，我嘛无啥敢转吼，因为转去拢叫拍枪啦吼。因为除了讲，除非讲吼是有符合伊的通报条件以外吼，阮有怀疑的，有些伊嘛无爱甲你做。但即阮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啦，就讲吼，你这吼可能毋是，但是嘛可能是。啊，你爱保护你家己，佮保护你的厝的内底人。我嘛来甲交代讲吼，你着即马转去厝的内底吼，啊，你这敢若感冒，嘛有可能是咱毋较确定，但是你着当作是吼，家己来保护起来。但是咱无甲隔离起来啦吼。但是我特别甲讲，咱本来吼出来外口吼，拢爱戴喙烟嘛。啊，伫咧厝的咱真少咧戴嘛。吼啊，你这个情形吼，你咧厝的你嘛爱戴。吼，就是你甲迄厝的人内底若斗阵的时阵，我拢就是甲当作讲吼，可能拢是嫌疑的啦，吼。啊，但是若讲你若是较近的，当然就是咱照国家的即个吼方式，就是你爱甲隔离啦，还是讲吼爱去做治疗嘛。但是即款呢，毋知影讲吼，咱当初吼伫咧社区内底有偌济，其实阮拢有真咧怀疑啦。佮敢若讲，阮咧怀疑讲吼，当初18年前SARS，阮是被去用验过，阮嘛毋知影。迄阵嘛变做讲一个历史嘛，毋知影。啊，其实阮咧看患者的时阵吼，以前是无讲像即马吼，迄个戴什么迄个N95的啦吼，拢大部分拢戴一个外科的口罩尔嘛吼。啊，所以真侪病吼，伊阮捌讲吼去抽血讲，你以前捌安怎过？我讲无咧，阮都不敢若无啦。哦，你是医生人，还是讲你是迄个医疗人员？啊，有可能就是伫咧即场的时阵去互感染过，啊，都无镜头，啊嘛袂安怎。所以即马做这个，我是感觉吼真有即个必要性吼。你做才寻，互咱的迄防疫的迄方向吼，会使有做一下参考啦。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国外已经有讲要做这个第3社吼，但是咱也无这个本钱，咱连第1社拢还袂完全涵盖咧吼。啊，第2社咱嘛讲吼。
干那几趴尔，所以咱头拄啊会当去做，就是迄5项会当去做一寡即个监控伫吼，伫咧国境吼国境遮，咱会当去完全去封锁起来。另外就是讲伫咧咱过去感染过倒位是上行率较悬的即个所在，咱拢一直去掠起来吼。咱嘛讲即阵2级。也无要讲1级要到即个9月初啦吼，2级延长。有人讲延长可能到年底哦，但是即个年底咱爱好好安怎去防哦，其实也是有一个撇步的吼。咱讲即个集会即个人数伫咧室内伫咱讲即个80人甲过去即个50人会当有甲80人，室外会当甲即个300人同款，咱嘛是爱专程挂喙炎啦吼。另外即个食食的即个部分有人讲开放即阵毋免阁用假帮专人甲你分菜。即个看探病即个部分嘛是共款吼，每日固定一个时段会当去开放吼。但是咱看到讲，迄当阵疫情严重的时阵，就是咱讲即个8大场所也好第一点等这部分拢总要袂当来去进行即个防疫规定继续延长，咱继续请教苏庆姐。我感觉以即摆的情形来讲，确实有一寡毋是一定民生必须的场所嘛是爱。暂时还是关起来。可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因为咱开始开放了吼，有一寡大家开始拢爱去公司上班。OK。如果大家也有注意进前差不多一礼拜，真侪案例就是你做工课的场所感染着，无论是台电啊，还是讲迄落其他所在。咱你讲所以即摆就是讲。咱进前大家拢无出来做头话，咱拢伫厝的嘛所以你当阵想讲，主要的感染拢是厝内底人家己感染。即摆咱要开始出来上班，上班即个工作做工课场所是安怎爱互因安全？我感觉变即摆爱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政府感觉无做到即个部分OK。因为像我家己啦，我伫阮公司，我即摆的情形就是讲，其实无一定要来公司上班。虽然讲即摆会来上班，可是一定要来吗？但是你过去2个月拢是安尼做吼。总讲伊的头路用踮伊的厝的就做就好，你就免叫伊来啊。莫讲做一个头家人，一定爱看着员工，你感觉有你做头路做代志。我讲毋是，伊总要用厝的做代志，你互伊踮厝内底。总讲伊也一定爱来办公室，伊才用做的。我感觉你爱保护伊，安怎保护伊？总讲伊也是即款根本也无较少年，伊风险嘛也袂排着。像我的员工，我来讲，总讲恁毋捌来，我家己我会去买迄快胎。总讲伊拜一就是你这个人拜一来你也拜一来，你就家己快胎。另外一个人可能拜三隔开。所以总讲伊也站即个坐捷运还是坐公车即个通勤的过程当中，也是去检查着。咱莫讲一个人为规公司拢免做代志。我感觉这个代志，咱做头家人的人爱想一下。总讲安怎减少这工作场所的这个感染嘛是爱注意的所在。第二部分就是讲，咱即摆看咱其实咱并无像迄纽西兰，因的社区的这个病毒较频繁，较无的时阵，因做啥物代志，拄爱污水因嘛有做，可是因搁做一个代志，就是讲伊有定期的抽验，就讲咱差不多。规工验一个几个人，咱来看卖内底有即个隐藏的感染源无？那咱即摆有一个情形真像，就是讲咱即摆去病院也要去大医啊，也是要去开刀的啊。先甲你验者。伊甲伊验者，你有发现咱进前差不多即个月真侪迄不明感染源拢是安尼来嘛？伊要去陪病啊，伊要去手术啊，才验出来。咱这一定要维持，因为这里有但无爱想讲，咱感觉你抽验，你看无咱社区内底是毋是有一寡咱无掠着？所以等于讲，以病院这个大院的人这 PCR 检验当做一个社区的抽验。咱如果企业场所，即头家快胎，但厝的家己设立，我感觉咧每一个场所拢有大家注意的安尼较完全。是，真正较完全伫咧厝，咱家己当去买这个快速体检的这个咱讲过去咱嘛有讨论过啦伫咧企业遮，你嘛是你要叫公司这个员工来，你家己嘛要准备好势，莫遮这个员工个治病病院遮嘛是重要一个体检的这个所在。上尾啦老师头都有讲到，降级要紧啦但是咱即阵可能到年底哦。可能到年底，因为即马你逐工嘛是看来看去，拢是有一寡观念无明的人，就是你去筛拢筛得出来。意思就是讲，有一寡无正头的人嘛是咧感染啦。这病毒，咱其实拢嘛知影，即款病毒，冬天会较悬，热天就无去的。
病毒无去啊，病毒就是咧一寡人的内底啊，点尔无镜头安尼，所以即阵是上好的时间。啊，即马甲寒天。头一个，咱即马台湾上安全，Delta 算讲还袂入来，吼，顶头迄边无算。啊，即马随时拢袂入来啊，随时会当搁舒服一遍，啊，伊就搁开始啊，所以迄是后摆的代志。啊，即马冬天还袂来，冬天若来的时阵，咱就知影讲 Alpha 有偌济，伊会搁较活跃一下，吼，啊，你会看到较济有人破病，所以。这就是即马是上好的时间，爱注意一下。爱注意一下哦，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永世人相欠债，到大海也袂清。爱相信，咱一定会搁见面。雨会来，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还平安哦，部长。